兩略不過文章後，沙丁老文章度嘅抗議貼片詞填出來，做得對照詞彙本較相同嘅，容易撈到嘅詞彙來做複習。第一個詞彙係傲慢，傲慢是相當、十分的意思。來看第一個例句：楊基上來按處慢，日頭拍暗慢台。看他長得這麼粗壯，力氣可能很大。第二個例子：佢蠻子傲慢強，去年考到律師，今年又考到司法官。他的腰子很厲害，去年考取律師，今年又考上司法官。傲慢可以延伸出傲慢後相當好，多用在正面的說法。基本業界勝利傲慢後，華語是今天的生意相當好。傲慢還有同義詞可以使用，giảm nhanh或giảm慢也是相當、十分的意思。giảm nhanh好膽，giảm慢好膽，十分大膽。接下來的詞彙甚至，華語的意思就是甚至。佢唔但強罵人停停，甚至還捧袖大恩。他不止罵人而已，甚至還動手打人。甚至也常常跟唔但強不止搭配使用。甚至還有一個同義詞漢甲，有更甚至的意思。佢唔但強三罵。漢甲地上下當有人邊，華語意思就是他不止勤奮，還很懂得上下尊卑，很有人緣。下一個詞彙年前，法語嘅意思目前、現在。年前有一隻當好嘅賺錢機會，你要好好把握。眼前有個很好的賺錢機會，你要好好把握。我們在閱讀文章時，還可以利用客語字典查詢類似意思的詞，增加考試時聽、說、讀、寫的詞彙量。自學進行閱讀訓練的同時，也增加我們自身的詞彙能力。比如這個簡單的例子，年前的意思是目前，我們就以目前去查同義詞，就會出現年息、年息下，呢個平年息讓來冇打緊，可能一兩日是為好嘞。他的病目前看來不打緊，可能一兩天就會恢復了。還有另外一個詞彙，離下、閒下、閒下運用格式，各想辦法。現在要怎麼辦？快想辦法。另外，年前其實還有另一個意涵，眼睛前面就是面前的意思。行出屋外，眼前就係一片強離離嘅無天。走出屋外，眼前就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。